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中山海雅繽紛城，我係 A 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善怡。我身後係作為中山乃至大灣區最大型嘅綜合體，項目總體量高達128萬平方。海雅集團投資超110個億打造，擁有大型購物中心、甲級寫字樓、星級酒店、運動體育中心、住宅、公寓等多業態。咁我哋項目已經吸引咗3000幾位香港街坊定居以及投資我哋海雅啦。究竟有咩魅力可以令到咁多人選擇海雅呢？我哋而家即刻帶大家一一去探討。喺內地置業最重要嘅就係交通方便。咁我哋商場門口啦就有直達巴士可以往返深圳嘅各個關口。喺呢度出發經深中通道，只需要1個鐘頭就可以到達深圳灣口岸同埋福田口岸，35蚊一個人，每日往返8班車，而且星期6日節假日咧仲會增加班次，滿足香港業主往返海雅嘅需求。冇錯啦，除咗巴士之外呢，我哋項目亦都係目前中山唯一一個輕軌上蓋嘅物業嚟嘅。呢度我哋身後呢個南頭站呢，可以去到香港，可以去到全國各地都冇問題嘅。喺呢度坐車呢，只需要20分鐘去到廣州南站。咁廣州南站呢，可以換乘到全國各地，7行暢通，無咗全國旅遊都係冇問題嘅。海雅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商業新地標，灣區西岸 TOD 新城發展區，喺呢度吃喝玩樂一站式就可以搞掂。喺我哋屋苑樓下嗰1樓就有一個超1萬平方嘅澎泰超市啦。喺呢度嘅話，多個區域有水果、蔬菜、肉類、海鮮、乾貨、酒水，多個區域，價格亦都係非常之親民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個榴蓮咧喺呢度咧，只需26個8一斤啫，性價比非常之高啊！每1樓除咗係澎泰生鮮超市之外，仲有一條精美嘅小食街，各種美食任你揀。楊國福麻辣燙、薛記炒貨、星巴克必勝客，各種小食茶點一應俱全。嚟到4樓就係我哋嘅大品牌餐飲區，有泰國菜、意大利餐廳、鹹魚、牛扒、東北菜、韓國烤肉、日式料理等等，全部齊全。仲有一烤天下自助餐，各種海鮮、壽司、烤肉、水果、甜品，人均只需要69蚊，通通任食。1樓國際名品區 MCM、Fora、Gucci、Lancome、SK2 等，仲有 Outlet 一條街 Nike、Adidas、IT、Fila， 買滿3件低至1.9折。仲有新能源汽車、珠寶首飾等各種品牌業態匯聚1樓。休閒娛樂配套嘅話，就可以嚟到我哋嘅3樓嘅中影南方國際影院啦。入邊嘅話有一個巨幕影廳，可以容納300幾人嘅。咁仲有我哋嘅愛潮場 KTV 啦，平時休閒一家大細可以過嚟呢度唱 K 飲下啤酒。我身後呢度呢，就係一個4800平方嘅港魅力健身會所啦。咁入邊室內包含咗有個800平方啊，室內恒溫泳池，一年4季都可以喺呢度暢遊無阻，以及多種運動器材供應大家可以選擇嘅，以及跆拳道啦，包括仲有汗蒸啦，多種區域供應大家選擇。嚟到我哋嘅頂層空中花園，夜景都超正，有空中綠化、音樂噴泉，飲翻杯檸檬茶、嘆杯咖啡，非常寫意。我哋而家就嚟到實地嘅樣板房啦。首先帶大家參觀翻我哋最熱銷嘅戶型，39平方嘅1房1廳。呢個39平方1房1廳係海雅嘅銷售冠軍戶型，功能齊全，獨立陽台、開放式廚房，空間舒適，使用率超高。仲有54平方嘅2房單位，同樣咁搶手。現樓交付，即買即收樓，即時辦房產證。海雅嘅收租王，周邊企業多達6000間，樓下商場、寫字樓租客穩定，1房1廳月租可高達1500蚊一個月，見得到嘅實打實收益。目前在售嘅4棟樓王單位，南向望返成個商場嘅空中花園，視野開闊，9棟喺商場上蓋，出入便利。投資自住首選，進可攻退可守，跟住明星一齊做鄰居。介紹咗咁多，相信大家對海雅都有一定嘅了解啦。商場加鐵路上蓋嘅物業，完整嘅配套睇得到，即買即收樓。歡迎大家過嚟實地考察啊！我哋喺中山海雅繽紛城等你，拜拜。